我叫阿娟，係一個平凡嘅港女，由細到大都聽過好多所謂人妻嘅標準，要有犧牲精神，要體諒，要忍耐，潛移默化下，我一直都跟住呢啲標準去做。10年過去，究竟嗰個係咪真正嘅我啊？心理學家榮格認為，要成為完整嘅自己，就要學識正視同整合自己壓抑咗嘅陰影面。所以我想借呢個頻道抒發咁多年嚟我冇同其他人講過嘅不快事，希望可以放低過去，了解同接受自己嘅陰影。開始搞結婚之後，阿強好似做咗粵劇變臉大師咁，喐啲就發脾氣，少少事都黑面，好情緒化同無理取鬧。當時我以為係因為搞結婚好多嘢忙同好多嘢煩佢先會咁，所以我都會遷就佢，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唔可以成日只係計較啱同錯，總要有人讓步。電視都有講，贏咗場交，輸咗個家，值得咩？眨下眼就到咗結婚當日，嗰日天晴，出門好順利。去到強媽屋企，準備好之後就開始斟茶俾長輩嘅儀式。強媽出身大家庭，有好多兄弟姊妹，嗰日都有幾個阿強嘅阿姨同舅父嚟飲茶，反而強爸嗰邊就一個屋企人都冇嚟。後來聽阿強講啦，原來強爸屋企人以前對強媽唔好，所以強媽唔俾強爸同佢屋企人聯絡。長輩飲晒茶之後，突然間強媽遞杯茶俾我話：阿娟，你斟杯茶俾強妹飲啦。嗰刻我內心覺得好奇怪，我做咗咁多次姊妹，從來冇一家嘅傳統係要斟茶俾細妹。但係當時我見強媽杯茶已經遞到埋嚟，如果我推開拒絕嘅話，好似落佢面咁，所以我接咗杯茶就遞咗俾強妹飲。夜晚晚宴前呢，其中一個姊妹問我：喂，阿娟，你奶奶做咩要你斟茶俾阿強個妹飲啊？唔知啊，佢遞到埋嚟，我咪俾強妹飲咯。斟茶俾佢又唔代表啲咩嘅，費事奶奶唔開心啦。你奶奶咁做肯定有原因啦，俾我就唔斟啦。後來相處耐咗，我越嚟越感受到強媽當日要我斟茶俾強妹，唔只係一杯茶咁簡單，而係一種信號。佢想我知道強妹係家庭入邊有一個高過我嘅位置，我嫁俾阿強係要一齊照顧佢細妹。榮格理論小總結：你以為你只係斟咗杯茶，原來你喺自己婚禮當日已經自動登入咗犧牲型媳婦角色。心理學家榮格話：人有個 persona 人格面具，就係你為咗令人鍾意你而戴上嘅面具。但如果面戴得太耐，自己都唔知咩先係真我。佢仲話要做一個完整嘅人，就要開始覺察自己嘅陰影，就係嗰個唔想講出口、會反抗、會嬲、會頂嘴嘅你。你每一次為咗迎合人而忽略自己嘅感受嘅時候，就好似同自己嘅潛意識講緊你自己唔重要。久而久之，你會完全將自己嘅感受放喺其他人之後。但榮格話，你唔面對你嘅潛意識，佢就會變成你嘅命運。從而家開始，聽返你自己心入邊嗰把聲啦。